台南市向中央争取的9座的前瞻立体停车场。那今天我们要来动土的是东区的停一万，在监理站旁边这个停车场是第9座，也就是最后一座我们要来动土的停车场。那这座也是量体最大的停车场。其实我们这里也等于是东区的蛋黄区啦。那因为我们里内的人口结构的话，其实我们有4栋大楼，所以其实车位都是不够的啦。所以这个车辆都还是外溢出来。那加上当然，因为我们这边还有大东夜市啊，或是假日农市，那就是平时，不遇到假日的时候，这个车位一位难求。那说真的，如果今天我们这个立体停车场来顺利的要完成那个这么大的一个容量的话，我想对我们里民因为大家都很引颈盼望，可以有个舒缓的空间呐，那这样子的话，也可以让我们这么久的这个停车的问题也能够获得一个疏通啦，一个疏通。我们9座的立体停车场的第1座完工的是西门健康停车场，已经在去年已经完工启用。那今年陆陆续续会再完工3座，包含体3的立体停车场、跟水平温的地下停车场、跟青年路的停车场。那我想陆陆续续我们所有的停车场完工之后，我想对于解决我们市区的停车拥挤的问题有很大的帮助。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这个地方土地是监理站的，然后我们跟监理站合作，那上面把这个立体停车场争取中央的经费跟地方的配合款，总共有将近11亿，是近来最大费用的最大的这个停车场。那总共地上7层，地下1层。那这样的总共可以提供545席的汽车停车位，有856席的机车停车位，那可以让东区的民众停车起来变成很方便但是而且不仅是如此，我们也把台南市的东区的图书馆可以迁移到这边来，那还有许多设施都是值得大家去来使用的。我相信在这个黄金地段、精华地段、蛋黄区来新建一个民众所需要的一个公共设施，我们觉得其实是非常好的。所以不管图书馆、不管停车场，都是在这个地区能够提供都市机能服务这个周边以及来往的民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2月20号礼拜1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针对挂嘴暗的防疫规定，中央为去年12月开始放宽户外挂嘴暗，一直到今仔日，室内嘛放宽，无强制爱挂嘴暗。市长黄伟哲表示，未来2-3个月，民众应该也是会挂嘴暗，因为已经养成习惯。而且为了保护家己，现阶段也是爱挂嘴暗比较较安全。市长为特20号参加东区开辟公87特色公园的动土典礼，面对媒体询问有关对今仔开始室内已经无强制挂嘴暗、有条件解禁的代志，市长表示，嘴暗的解禁也该配合注疫苗的比例，所以奉劝大家嘴暗也是爱挂起来较安全。虽然中央的口罩令松绑，但是因为主要是因为 COVID-19 现在变得症状都比较轻但是呢，我们还是不能够大意，所以说口罩令松绑要配合另外一个配套，就是疫苗的接种率要更高那这是在其他国家都已经看到，其他国家已经没有口罩令了，但是他们疫苗接种率都很高。现在我们的追加剂还有第3剂，有的人还没有施打，而没有施打的人他的这个染疫还有这个转变为中重症的比率又特别的高，死亡率也比较高。因此呢，我还是希望说，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虽然口罩令松绑了，但是命是自己的，这个法律规定是这个防疫机关定的，所以我觉得要爱护自己的健康，爱惜自己的身体，还是最好戴上口罩。该施打的疫苗赶快去施打。
虽然中央对户外到室内进一步将吹暗解禁，不过民众却一一体会挂吹暗的好处。有人讲，就是上少有效的方法，而且习惯挂以后，脱起来敢若无穿衫同款，并袂感觉麻烦。加上唔免化妆，唔免做表情，等等方便。当然，某人讲较早袂记哩挂吹暗，现在才会袂记哩摕落来。电视新闻阮自何超邦采访报道。差不多人人拢有手机的时代，民众用手机传送信息、联络感情，虽然真方便，不过却有可能会无细腻传送错误的资讯。中嘉宽频三冠王上主车特别举办媒体试读的活动，今年第一场就伫南区文安里活动中心登场。现在假讯息真的非常的多，但是不是平常时拢在用手机啊？是不是拢在用赖？有在用赖帮亚秀，嘿，几乎都有，对不对？嘿啊，所以你群组都有什么讯息？有时阵你唔知是真还是假。民众是不是曾经有过类似的经验？在通讯软体内收到各种防疫或者是投资的讯息，因为后康报手上的心态，马上就想要转发给亲朋好友。但有时可能因此就传播出了错误的消息。中嘉宽频三冠王双子星为帮助民众远离假消息，举办多场社区媒体试读推广活动，收集了许多网络上常见的真假消息案例，与社区民众分享什么是媒体试读。中嘉宽频三冠王双子星，在我们年度第一场媒体试读的推广活动，那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的长者可以知道怎么样去辨别我们目前媒体上面讯息真假的这个重要性。那在今年我们的活动跟往年比较不一样的，我们有设计了一个 bingo 的小游戏。那透过小游戏的互动，可以让长者他们对这个媒体试读的一些分辨的方式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为增加民众学习意愿，主办单位也准备了多道媒体试读题目，让民众抢答拿好礼，也安排了趣味宾果游戏，加深民众对于媒体试读的认识。我们可以了解一些信息，然后我们一定需要辨别真假，不要随便乱传，这样也许会影响到别人。他讲出了那么多的判断方法都可以作为参考啦，但最主要的很多你必须要靠自己的判断力啊，除了查证之外，自己的判断力啊。中嘉宽频三冠王双子星总经理陈建春也欢迎对课程有兴趣的社区民众或者是学校团体，可以免费向公司报名。媒体试读报名专线06-281-5194/8516许小姐。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创立已经45档的统一慈善事业基金会，18号特别联合39间公司举办黄金选召婚活动，安排100对结婚超过58档的翁仔某，中新穿白纱，接受众人的祝福。其中有一寡阿公阿嬷过去嫁出的时阵无穿过新娘衫，这届竟然有机会通穿，非常欢喜又个感动。由统一慈善事业基金会举办的黄金选召婚牵酒情活动，18日伫成功大学中正堂庭场，100对结婚超过50档以上阿公阿嬷穿上西米露甲婚纱，接受亲友的祝福，行上红毯入场，场面盛大又个温馨。今天我们报名的队数总共有105对，那他们的婚龄最高的是73年，那年纪最长的是96岁，那年纪最小的参与者大概是1岁。那现场大概有超过2000人参加，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
过去农业时代，真侪阿公阿嬷拢咧无闲工课，无经过分析。为弥补这份遗憾，主办单位统一慈善事业经费，特别为因来圆梦。恁结婚偌久啊？72年。较大声的，72年。72年。72年啊？72年。啊，你较早敢有穿个婚纱？无。你在结婚的时阵敢有穿这个白纱？无。啊，今穿较水有欢喜无？有啊。阿公咧，阿公你，今有欢喜无？有啊。记得在几年前，我们在做家庭喂访的时候，有阿公阿嬷跟我们反映说，他们从年轻的时候结婚，一直都没有穿过白纱。那从言语当中，我们觉得是好像是一些遗憾。那后来我们的某一区的区长也跟我们提这个想法。那后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是不是能够一圆这些阿公阿嬷他们的一个梦想？所以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第一次举办了黄金钻石婚的活动。那黄金钻石顾名思义，就是说结婚的婚龄超过58年以上的这些长者，所以在2018年第一次举办的时候，有88对的一些我们所谓的资深的新人参加。那么我也很开心，因为这样的活动引起社会很多的共鸣，所以我们在几年之后也在想要举办，但是因为受到疫情的限制，所以我们就延到今年来举办。那今天我们报名的队数总共有105队。那他们的婚龄最高的是73年，那年纪最长的是96岁。总干事涂宗胜表示，基金会成立45年以来，服务内容除了有个人救助业务以外，在展奖、制吉、造客、医疗、幼儿、养老等方面，也拢投入相当侪服务甲资源。这次黄金选招婚牵手前圆梦活动，一方面是以实际行动响应政府对着长者的关怀。善尽企业社会责任，另外一方面也希望透过集团甲医业互相结合方式，共同唤起社会大众对着长者的重视。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位伫安南区的普发道祭祀，今年庆祝济公佛诞，规划真侪精彩接受活动，包括开心祝福、平安福宴等等，邀请善心大德共同参加。其中用来接受的金元宝造型酒，嘛成为注目的焦点。为伫台南市安南区的普发道祭祀兴建伫2000年，因为香火鼎盛，加上庙方发挥济公济世的精神，一直热心公益，连续14档得到内政部表扬为绩优宗教团体。今年庆祝2月19号佛诞生日，除了规划真侪精彩祝寿活动，也有平安福宴。邀请善心大德共同来参加，真侪理感师甲信众嘛用虔诚办喜事的心情来现场斗布置，会场嘛有奖提前来接受献礼。非常的荣幸吼，会使来参与到咱济公活佛吼，伊的万寿的圣诞，嘿啊，因为无奖来到这个所在吼，好多生大家拢感觉有够舒适的，有够欢喜心的，有去契合着。济公禅师吼，伊迄个大公无私的迄种的情怀吼，啊，所以互阮逐个人转去有无？哦，拢感觉讲安尼发挥充分，嘿，啊，所以非常的珍惜每一件的一个安那一个盛会，嘿。每一档的祝寿献礼拢成为注目的焦点。管委会主委曾英中表示，今年兔年的祝寿台采用金元宝造型的寿酒，就是要祝福大家招财求救，无论经商求财、考试求名，拢有料想未到效果。疫情冲击嘛，几啊年啊吼，啊，今年癸卯年适逢咱的金兔年吼，啊，咱市方吼特别准备吼，咱这个寿酒吼，金元宝寿酒，啊，期待说咱伫疫情的冲击、经济的萎缩吼，啊，这种金元宝的欢喜吼，会当然咧吼，每一位信众拢会当然咧吼，招财来进口吼，啊，招财来进步。108吼，就是表示讲这是一个华门吼，能够吼营造十方啦，这就是一个华门。虽然疫情解封一步一步恢复日常，不过庙方慎重起见，又愿全面做好消毒，安全无顾虑。欢迎善男信女做伙来参加，感受济公成为献血甲佛诞的喜气。望兔献寿。大家做伙来祝寿，赞！台南新闻军职何乔邦采访报道。
普发道这是热烈举办济公活佛拜寿大典，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到场，强祝济公活佛圣诞，同时祈求众神保庇，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普发道这是19日举办济公活佛祝寿大典，市长委托李民政局长江玲煌、安南区长叶志明的陪同下出席，甲主委庄永长、商业发展研究院董事长许天才、立委陈廷辉、市员陈义珍带领青顶人，共同为济公活佛祝寿。很高兴，我们许多的，不管是在地的民意代表，或者是许多信众大家都非常踊跃来为济公活佛来祝寿。那等一下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科仪是非常庄严隆重的，也希望借着这个科仪能够为台南市祈福，祈求风调雨顺，百姓都能平安。普发道这是香火鼎盛，也落善好事，时常关注物资帮助弱势，在地方上成效好评。曾经14处荣获内政部表扬为绩优宗教团体。这次济公活佛拜寿大典，市方也安排了各种民俗文化表演，还有小小济公灯，活动是趣味又够有意义。庆祝咱普发道这是这种禅师佛诞万寿吼，咱今仔日的活动非常的精彩吼，有咱一寡民俗活动甲文化的这个表演。那么本市一向是徛在利益中心祭祀义诊的这个前进的公园来伫祭祀义诊祈愿到咱这市方大殿这市方先进会当呢继续保持着本市，互咱为着咱呢以后呢祭祀标杆的这个目标来伫前进。今天整个活动的主题也由环保爱地球来贯穿包括我们中午的平安夜、马甲蔬食，然后一直教育这个小朋友，也都从小教育他们这个每年净滩的活动，还有这个公益的活动去帮助弱势这个是咱济公活佛的精神，然后透过我们的一而再再而三的举办这些公益活动呢，来宣扬佛法，那宣扬这个济公爱世的精神。普发道这是延续精神美助学经圆梦计划。这次也捐赠20万助学金予海东国小，协助家境清寒弱势学童会当安心就学。为感谢普发道这些善心付出，黄伟特也回敬感谢状，表达感恩。但是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2023年台湾灯会19号暗时闭幕，市长黄伟哲率领团队参与仪式。并且正式接下申办2024年台湾灯会伫台南的重任。伊表示，明年将早予全国的民众重温台南特色的灯会。为期2礼拜，台湾灯会伫台北闭幕。交通部观光局表示，除了台湾灯艺术的作品，也有来自7个国家、22个城市的展览，加各种表演节目，相当精彩。根据统计，今年参观人次高达1256万，已经破历年纪录。闭幕典礼上，台南市长黄伟哲嘛率领市府团队前来参加。仪式当中，交通部长正式交棒予台南，嘛叫大家明年来台南看台湾灯会。台南是一个充满文化历史的一个古城，所以明年的精彩我们很期待。刚开始这个2月5号，我们这个要开从下点说那是很高兴的一天。今天要下点也是觉得刚刚要结束有点悲伤的一天，但是台湾灯会在台北的结束，代表另外一个开始。台南的灯会，2024的台湾灯会会在台南。我跟大家相约，明年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见，好不好？市长甲市府团队除了实地学习台北经验，嘛表示明年台南建成400栋，将以传统甲创新，伫安平甲沙仑的主场地设立主灯，请大家期待台湾灯会伫台南绝对精彩。能够圆满2023年，缔造千万人次的传承，我想这不仅是一个城市的成功，也是台湾的成功。众所周知。
是文化古都、美食之都、宗教之都，也是科技新都，并且在明年2024年，台南将迈入400年的里程碑。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台南市非常非常期待，也必将把最好2024台湾灯会呈现在国人面前，璀璨荣耀台湾。明年台湾灯会伫台南市举办，嘛是15天后再次回到台南，向前台南展望后一个100年。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医药的新闻。底层的治疗方法除了靠药物以外，较严重者就是爱动手术。现主时有微创雷射消融手术，不但空喙小，而且大大减轻病人手术以后的痛痛。一般底层以肛门口齿状线为界，有分内痔甲外痔，内痔佮分做4级。心脑病院外科医师卢乃宽表示，如果竞争轻微的底层，会用先用保守的疗法来控制，包括饮食或者是药物的治疗。但如果竞争严重，到影响到日常的生活，亲像反复来出血、严重的脱垂，或者是合并的黏膜溃疡，就必须要考虑手术来治疗。肛门口的那些组织，其实像黏膜组织，它还是有功用的，我们并没有那个必要去把它做很大的破坏掉。所以如果可以保留到黏膜的话，我们只是处理它下面不正常的痔疮的组织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用这个最新的这种雷射的消融手术，我利用一个雷射的光纤探头，把它插进去到这个痔疮组织里面啊，去对它做一个消融。然后它可以保留很大部分黏膜组织，然后它伤口也小，所以对于过去有需要开痔疮手术的病人来说，大家最怕的就是疼痛这个问题。那这个雷射的消融术，其实它是一种微创的方式，那它又可以保留大部分黏膜，所以它可以大幅降低它这个术后的疼痛。过去传统的手术包括底层的结扎、切除顶，因为空喙较大。患者较无容易忍受手术后的痛痛，现在透过微创雷射的底层消融手术，不但空喙小，而且嘛能够保留黏膜，大大减轻病人手术后的痛痛。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有一位42岁小姐，因为个性容易紧张，常常伫下晡时边边就会痛，食止痛药效果有限。经过台南市立病院中医部诊断是偏头痛，所以用中药甲针灸治疗，目前痛痛的状况改善真侪，而且嘛无需要食止痛药。这名王小姐因为工作压力大，造成困眠品质无好，每到下晡两边的太阳穴就开始胀痛，而且痛痛会随着脉搏的跳动，有时佫会想要吐。最近因为头痛频繁发作。因此，到台南市立病院寻求中医的治疗，希望会用改善，并且减少服用西药来止痛。紧缩型头痛其实比较偏向情绪紧张导致肌肉的问题，所以我们可能中药或针灸会比较偏向于就是安神定志，或者是让它比较疏肝，就是他的情绪会比较稳定。那情绪稳定之后，他的头颈部的肌肉。可能就会放松。那假如没有放松的话，我们可能会再加一些比较让那个筋膜放松，或者是针灸这样子。那至于治本的话，可能治本的部分可能就是比较偏向就是让他自己作息啊、情绪，或者是培养一些兴趣之类的，去慢慢的调整。因为有些人的就是个性可能还是比较容易紧张、焦虑这样。那偏头痛的部分。偏头痛就是比较属于是血管的问题，但是它其实也有一些神经的问题存在，所以我们可能中医会比较偏向，假如大方向的话，会比较偏向那个调和它的营卫，就是血管的部分。那但是主要可能还是要找到他的病因，像这一个患者，他是因为情绪焦虑导致的。那还有一些就是气不太够所导致，所以可能就是按照这个治疗这样子。
台南市立病院中医师钟义璇表示，根据统计，头痛有高达9成是属于紧张型的头痛，也就是俗称的张力型的头痛。大多数因为压力等因素。另外一种常看的头痛，就是属于偏头痛，大约占5%。就像王小姐发生伫单侧或者是双侧的中重度波动性的痛痛，伫排除其他的疾病引起的触发性头痛以后，经过中药甲针灸的治疗，目前头痛的频率甲程度嘛明显来降低，同时嘛改善着困眠的品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2月2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